就好快，但係咧獅子會會集中接好一球之後攞翻呢個控球權，係啦，攞一個，哎呀，係啦，唔輸外場係獅子會嘅座右銘啊，係咪用唱座右銘啊呢個時候？係啦，傳一個高波攞到翻去，但地冇事，但控球權都去翻獅子會度。見到獅子會咧，雖然有3個外場，但係咧都係平均散落喺呢個底線度嘅。好啦，陳振霞接到波，傳一個高波，係啦，見到會主要一個大力啲嘅球員攞波，然後兩邊係側漏嘅。上多獅子會。嗱，見到呢一場咧，陳振霞比較心急，獅子會咧好好把握呢，好把握到機會。下半場完啦，下半場比數3-6，即係總比數。我唔識計數啊！係啦，全港學界閃羽球精英賽女子組冠軍咧，就由獅子會勝出嘅，而陳振霞就係亞軍，比數咧13-3，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啊？係啦。